第17课注音第3部分的练习。例词：阿嬷、麻糍、炒大面、小妹。第2段：落苦、拉三、林敏、软弱。第3段：米娘、年老。哪安怎？例句：第1句，阿嬷订做麻糍甲炒大面，互我甲小妹食。第2句，散赤落苦的人，无几领衫通替换，看起来较拉残，咱应该怜悯因的软弱。第3句，米娘会改良，医药会发达，予人的岁数哪加添。相对的，年老的时大会哪来哪济。